歡迎收睇巴迷新聞台。由於小 P 去旺角睇完醫生之後，諗住等九巴16號返觀塘期間，而家黑色電動車嘅司機需要將 BB 車擺喺車尾，導致九巴延遲先肯用地，但係不過就要延誤1分鐘。當黑色私家電動車離開九巴，EX都準備離開旺角西洋菜南街。期間，一架藍色私家車切線停車，令多架的士同客貨車需要切線響安。同時，小編覺得點解星期二嘅旺角亦都好多車，的士站又大排長龍，都希望私家車唔好再喺呢度附近切線。巴迷新聞台記者九巴仔報。